今日咧我就嚟試一個咧以頻率啦去檢測究竟自己身體有啲乜嘢地方我哋可以咧令到自己健康啲嘅。一向我自己都有買鹽號嗰啲書咧，自己可唔可以健康啲啦？其中咧我就睇到佢有介紹咧，就係有一個生物共振嘅測試。咁我就今日咧就嚟到做呢一個生物共振嘅測試。咁大家見到隔離啦，呢度有個儀器啦。我坐緊呢張凳咧，其實都係連接咗呢部機器嘅。咁呢部機器咧就係德國製造，講緊係40年前咧已經係有呢個技術嘅啦嚇。呢個技術咧一路演化，咁佢個原理係乜嘢咧？就係同中醫嘅經絡《黃帝內經》嚇，咁以往我哋中醫咧就係講唔同嘅經絡脈絡啦。德國咧呢一個發明咧，佢就係40幾年前咧，佢哋就用中醫嗰個藍圖，而佢哋用我哋叫做科學啦嚇，就可以測試到咧喺身體。舉個例子，譬如心臟，原來咧有心臟嘅頻率嘅，腎臟有腎臟健康嘅頻率嘅，肝臟有肝臟健康嘅頻率。佢哋就用科學咧去將身體每一個經絡，究竟當健康嘅時候係應該咩頻率咧？佢哋就用科學嘅形式啦，分隔咗唔同身體每一個經絡嘅部位應該有乜嘢健康嘅頻率。好啦，咁例如我今日嚟到啦，咁我就即係好簡單嘅啫，就坐喺一張連接咗呢部儀器凳度啦。整個生物共振測試咧，我係真係最少要90分鐘嘅。第二90分鐘咧，我真係由頭到尾就咁舒服坐喺度嘅啫，冇乜特別嘢要做。咁佢哋就會用一啲即係儀器啦嚇，咁喺我手呢幾個位置就貼咗度，好似有少少似測心電圖咁樣啦。咁咧就坐喺度咯。專業嘅服務員咧，咁佢咧就一路會睇住部儀器啦，咁會測我身體嘅頻率。咁究竟我整體成個身體唔同部位嘅頻率就會傳輸到去嗰部機器度。咁嗰部機器咧，佢就會睇究竟你同正常健康個頻率銜唔銜接咧？五臟六腑嗰個頻率係啦，唔係最理想嘅時候，咁佢就會即係最後出到個報告啦。咁咧就會話到俾我聽，有邊幾樣我特別要跟進，或者係身體喺今日呢一刻暫時我嘅狀態係邊一個五臟六腑嗰個頻率可能比較弱嚇，咁我自己要去跟進啦。佢都會問究竟你有冇咩特別想跟進身體？不過佢呢部儀器咧就係即係一做就做晒全身，因為經絡係全身走噶嘛，就唔會話特別同你做膝頭，特別同你做心臟，唔係咁嘅。OK， 係整體成個身體嘅平衡。我自己心目中覺得有啲唔係最好嘅，例如我覺得前一輪有一個醫師咧就提醒我，就話咧我個肝臟咧唔係咁好。肝臟唔好會影響咩咧？就係我嗰啲肌肉會流失，因為影響筋腱啦，所以佢就叫我要跟進肝臟。嗱，雖然我有類風濕係嘛，即係可能有即係更加多身體唔同嘅嘢啦。不過我就主要想跟進呢樣嘢優先啦，係啦，因為我覺得肝臟都重要。1年前我都有揾西醫去照過肝嘅跟進身體。咁當時咧就係講有一啲血管瘤啦。咁喺西醫角度，血管瘤咧就真係冇咩特別嘢要做嘅即係亦都即係叫喺西醫角度，佢亦都唔會話變做 cancer。即係西醫有西醫嘅定斷啦。咁喺我自己覺得就係如果嗰個五臟六腑本身係真係健康嘅，又冇理由會生血管瘤㗎。其實佢一定係一個保護機制，所以佢先會生咗血管瘤。究竟平時我係咪即係可能食嘢或者有好多瞓覺休息唔好，所以先令到個肝臟有個自動機制去保護自己咧？咁所以點解我今次咧我就都幾想喺呢一方面睇下可唔可以幫到？譬如我自己都比較瘦啦咁肝臟係會即係除咗咧影響排毒之外，亦都影響肌肉啦。咁究竟以往我成日都有講㗎啦，好想增肥究竟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咧？即係我一路坐到啦，佢一路測試啦。咁個服務員咧，佢 check 咗出嚟咧，就係話第一我嗰個消化系統唔係咁好。消化系統唔好咧，就會令到我好難吸收到想食嘅嘢嘅營養啦咁所以唔肥都可能係一個其中原因
咁另外咧就係個肝膽胰嗰度咧，事實上係要跟進嘅，係啦。另外腎膀胱嗰度都要啦，淋巴啦，OK，呢幾個方面。咁而當中咧，佢呢個報告咧，佢入邊咧都會講咗有幾種食物係啦，要我特別咧就即係戒口嘅，以我今日嘅身體嘅頻率去計出嚟嘅嚇。咁例如佢建議我就唔好食花生啦，唔好食杏仁堅果啦，唔好食番茄同埋茄子嚇，依個就比較重要啲嘅嚇。咁另外就係牛奶啦，同埋麵包啦嚇都可以，如果可以就食少啲啦。另外就係蝦同蟹啦，可以都食少啲啦咁。其他整體都 OK 啦，即係有好多人都可以食嘅嚇。不過特別係番茄就茄子要注意。咁當中呢幾樣嘢我都有食嘅，平時一般人喺營養學就覺得，哎呀番茄好有營養喎，有咩或者堅果係啦，好有油脂好營養。咁不過我自己都即係好多嘅非西醫醫學我都會嘗試或者都會去接觸啦。咁呢一個模式佢就用我今日嘅頻率去做呢一個判斷啦。咁人嘅身體係不停變化㗎嘛，咁如果有一日可能我個頻率變咗，可能我又會食得返呢啲食物咧嚇，咁所以我都唔會話太擔心同埋唔會覺得呢啲係一世唔食得咯。只不過係今日我測試以我今日嘅頻率咧，暫時我唔係咁適合食呢啲食物，咁我咪暫時食少啲咯。OK， 好啦，咁同埋測試完之後咧，咁佢哋都會有另外一個建議俾我嘅，咁咧就係一個叫做嚴浩老師都即係喺時常喺頻道都有講啦，布位食療啦嚇，咁佢就建議我咧就一個亞麻籽油再加個芝士啦嚇，咁就當早餐食啦，咁咧就一個禮拜食幾日啦嚇，咁另外咧佢亦都會建議我咧就係食一個益生菌，而個益生菌咧係每朝食早餐嘅時候溝水飲，就幫到我嗰個消化系統嘅，可以消化得好啲嚇。咁同埋食一啲多種維他命啦，咁呢啲都係好簡單嘅嘢啫。可以呢度佢嘅一啲即係健康食品，你可以喺度買，或者你自己喺出邊自己去買都有嘅，OK 都可以嚇。咁例如可能我食咗一個月或者2-3個月後，咁自己留意下個身體嚇。咁呢度嗰個專業嘅服務員咧，佢亦都會留低個電話俾我，就係如果我當中有乜嘢要跟進要問，亦都可以問啦。頭先咧佢都有講就係話因為我淋巴可能排毒弱啲嚇，咁建議我喺呢部儀器頭先咧喺同時間我喺度坐度傾偈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用佢哋嘅頻率啦去調節，幫到我淋巴個運作會好啲啦。另外就係可能你話如果你中意自己出邊自己做多啲運動咁當然係更加好啦。今日嘅體驗我覺得係幾好嘅，我自己幾中意因為我自己相信就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西醫醫學嘅咁而佢今日呢個儀器咧，亦都係融合咗中醫嘅經絡，再加西醫嘅科學嗰個頻率啦，去治療身體啦。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非西醫醫學，而我哋亦都可以有陣時，我好多客成日話：哎呀，要做身體測試其實身體檢查好多方法嘅咁西醫有西醫嘅方法，不過我覺得有陣時就係西醫 check 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出現問題反而我自己咁睇，即係好似頭先我 opening 講就係話我西醫 check 到有血管瘤。咁但係西醫醫學咧，血管瘤係冇嘢跟嘅，唔需要食藥嘅只不過自己注意多啲點樣可以對肝臟嘅健康啦譬如可能中醫亦都會有一啲對肝臟保健嘅嘢啦，或者你話你自己可以中意去買啲 supplement for 肝臟又得啦啲係用能量嘅去體驗嘅，又係另一種咯。我都希望大家又可以接觸下呢方面嘅資訊係啦。如果大家都想試下咁我覺得佢個測試都係合理價錢啦喺1380，我覺得即係好似平時我哋去見一個專科醫生嘅 first consultation 啫咁我覺得都 OK 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
我會喺連結裏邊就寫低呢度嘅地址，你自己打電話嚟預約啦。希望我嚟緊呢幾個月真係可以增肥啦，同埋肝臟可以做得好一啲啦。我係 Miss Chow，如果大家咧覺得今日嘅內容有價值嘅話咧，記得訂閱同埋 subscribe 或者 follow 俾你有需要嘅朋友啊。下次見。